譬如馬追啦，因為起步點嘅時候咧係凌晨大概2點3點嘅。咁有冇啲特別嘅嘢咧？你係專門去預備？咁講啦，其實咧凌晨起步嘅馬拉松咧唔止呢個嘅，所以咧都可以準備多少少啦。因為我講啦，我試過跑過一個新單咧，喺新加坡，佢正早係凌晨0時0分起步嘅，即係話咧佢其實咧係目的都係想你避過咗人口嗰個人群嘅。首先你要記得，佢咁做個目的唔係整蠱大家，唔係想你哋冇得瞓，而係咧。如果你幻想喺一個熱帶嘅地方，你7點鐘起步，係啊，你可以瞓夠起身，但係咧你面對嘅咧就係一啲猛烈嘅陽光咧，你係好辛苦嘅。咁我想講就係話，凌晨2點起步，你要做嘅咧，只不過就係早少少食晚餐咯，可能3、4點你就要食好啦，即係當你嗰個 afternoon tea 咧就食飽啲，就係你嘅晚餐。咁跟住你食飽咗，你其實會眼瞓㗎啦，咁啊就唔好因為佢啦，翻酒店瞓覺，好自然。9點、10點、11點你自己會醒㗎啦，醒咗你都仲有個幾兩個鐘頭時間去即係預備。咁其實咧感覺上你咪當係去跑個夜跑咯，係咪啊？拉一關搶嘅感覺，因為係好舒服嘅。因為如果跑個夜跑嗰啲朋友都知道，夏天你哋會選擇日頭喺度烈日當空跑啊，定係夜晚咧沿住海邊咁樣有海風咁跑啊？我相信大部分都會揀後者嘅。咁呢個 ATM 咧就類似呢種感覺，即係話你係凌晨嘅時間，冇乜人冇乜車好靜嘅時候，因為你跑跑下咧，你都會一個人嘅，因為即係拉長咗條隊，佢會上一個 highway。咁到時咧，你就會發覺兩邊咧都係一啲田野啊，一啲農莊啊，你就會同自己咧好似喺度內心對話咁樣跑下跑下，你唔係會覺得熱嘅，你係覺得有啲凍添嘅，因為係其實係即係夜深嘅時候都會。係啊，因為11月嘅泰國其實都開始比較天涼，尤其是夜晚啦。咁怪獸咧，如果